来看高雄大寮区81期市的中华区5档前公告哦，2档前就动土，也毋过有9户也未搬走。这个月15，市政府要甲其中的2户拆掉，有1户亲像是不满行地路。今仔早起哦，其他的8户嘛去市政府抗议，因要求讲爱停止强制驱离。市政府接受定情，嘛表示讲会继续沟通。要我20个民众去高雄市府抗议，因拢是大寮81期市地定位区受影响的居民。不满15市府执行其中2户拆线工程的时，那像特殊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刘维斯行地路。21早起有8户受影响的居民去现场တင်情，要求停止强制拆线。到底是谁下命令来强拆我们的房子？有没有行政疏失？还有部分住户是还没有领补偿救济金。就这样子来糟蹋人民，叫我去租房子，他们要安置不安置，就叫我们去到处租房子。你知道，当前这个孤寡老人在外面是租不到房子的。受影响的居民指控当初时承诺会甲因安置煞无做，虽望有提供补偿金，也无够因去别地买厝。希望政府照内瓦克拆线案，让因踮原来的所在安置，也启动沟通协调。另外，有人指控市府为着逼因刷走，甚至已经甲断水断电2档，日子是真歹过。我一直觉得我们的高雄市政府，我们的国家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，一纸公文就可以来拆他的家？针对他们今天的诉求哈，我们也有看到他们的陈情书，那我们也会来审慎的去研办，好，基本上就是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。市府回应，定位区大部分是军方的地，刚定伫109年2月19动工。姓李的查甫人迁徙补偿金已经照定数发放，因为考虑医大的问题，也有长迁徙的时间。面对受影响居民的心声，除了受定情批，也继续沟通，让代志通圆满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